DSE 放榜入唔到自己心儀嘅大學，俾着你會點做呢？ Retake DSE、Redo， 明明自己唔想讀，但係 UGC 都照殺，定係揀讀阿蘇呢？過來人話俾你知點樣由 DSE 17分透過阿蘇可以升翻入港大文學院。我知道一定有人會話阿蘇係後門狗，但係過來人姐姐話俾你聽，其實你過去讀咩書，喺邊間學校出身，其實唔係真係咁重要㗎咋。為咗就係唔想走後門而讀一間自己唔太心儀嘅大學，甚至讀一科自己根本就唔想讀嘅科，何必呢？點解我咁心急都要喺放榜之前趕住出呢條片呢？係因為有朋友仔同我講，其實佢而家收到嘅呢係一間自己唔想讀嘅大學，甚至讀一科自己唔想讀嘅科，但係就係為咗有種一剔入大學嘅心態，所以勉強讀一科自己唔想讀嘅嘢。咁樣讀4年大學真係開心咩？即係我係想話俾大家聽，其實係可以透過讀阿蘇或者 High Dip， 可以努力2年，然後可以讀一科自己真正想讀嘅科，學一啲自己真正想學嘅嘢。所謂一剔過入大學嘅面子，唔係真係咁重要。身邊嘅朋友問我咧，其實我都唔介意同大家講我係阿蘇出身，因為讀阿蘇嗰2年，我的而且確係有認真讀書，而我亦都係認認真真靠自己阿蘇嘅 GPA 去入翻大學嘅。我又唔覺得有啲咩好羞恥喎。阿蘇其實有分2樣嘢嘅，就係有呢個 Year 1 Entry 同 Senior Entry。我當年咧就係揀 Senior Entry 嘅。Senior Entry 就係你阿蘇讀完2年之後，直接跳級去讀大學嘅 Year 3。咁換句話講，其實你同其他人一樣，都係4年完成咗你嘅學業。而 Year 1 Entry 咧就係你由阿蘇嘅 Year 1讀完之後，升翻上大學嘅 Year 1，完成翻原本嗰4年嘅學業。咁換句話講咧，所需時間咧就會變咗5年㗎啦。咁 Year 1 Entry 咧就比較適合啲想要啲完整嘅大學生活、完整嘅 U Life 嘅朋友仔。我當時咧就為咗想快啲畢業就算啦，而且我對呢啲 U Life 咧亦都冇話特別嚮往，咁所以我就揀咗 Senior Entry， 同其他人咧就同年畢業啦。其實我當年嘅 DSE 唔係真係考得好好嘅啫，中文4、英文4、數學1、通識3，冇去考 Econ、VA 2。然後仲有一科應用學習課程，叫做攞翻個3 ，total 17分。如果唔計我科應用學習課程，其實只係得14分嘅啫。唔好話3大8大都入唔到。當年 JUPAS 嘅我記得係揀咗 Film Study， 我亦都好似係冇攞到任何 offer。而嗰陣時我已經知道自己畢咗業之後想即刻飛去韓國學唱歌學跳舞，所以我亦都冇刻意再去叩門啦，或者去報阿蘇報任何 High Dip 其他課程。但係當我喺韓國做完練習生之後，決定要翻香港，我就知道自己要讀書啦。當時咁啱就有朋友係讀 Con U Space CC 出身嘅，咁佢就同我講有日研有韓研呢樣嘢啦。其實本身咧我係想讀日研嘅，但係因為我真係想快啲畢業就算啦，我就最尾揀咗韓研。咁其實好快，我嗰陣時仲要喺韓國 Zoom interview 啦，叫我自我介紹下，然後講下我對呢方面有啲咩興趣。過一陣咧，好似隔咗幾個鐘之後咧，我就已經收到 offer。嗰陣時其實我都聽過其他朋友仔講咧，就覺得阿蘇其實係喺度還緊債。中學嘅時候唔努力咧，大個就要讀翻阿蘇。當年我阿蘇嘅 GPA 就係咁嘅，因為當年我係揀咗韓國研究，而我當時已經叫做喺韓國住咗1年，再加上以前追星識得啲韓文咧，所以好似係讀得輕鬆啲。咁當然啦，同班亦都有好多同學仔都追星，大家嘅韓文其實都好叻。阿蘇嗰2年咧對我嚟講咧，其實都讀得頗愉快。阿蘇咧同大學讀嘅嘢差唔多嘅啫，都係要讀嗰啲 common 嘅中文啊、英文啊、數學啊，然後一啲 IT 嘢啊，一啲比較 common 嘅一啲 liberal study 之類嘅嘢。which is 呢啲科咧喺我升到上 Year 3之後咧，係可以 extend 咗去，咁你就唔使讀翻咁多科噶啦。Year 1嗰陣時咧，我都有報到大學嘅。當年咧我就報咗 City 嘅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。結果嗰陣時咧係有收到 City 嘅 offer 嘅，但係後尾諗一諗，我真係唔想拖多1年先再畢業，所以咧後尾我就 turn down 咗個 offer。到阿蘇嘅 Year 2咧，我就照報咗 City 嘅 AIS 同埋 Con U 嘅 Korean Study。其實本身咧我自己就諗住讀 City 多啲嘅。之前聽到有朋友講 City 嘅 AIS 咧係比較多樣化啲，就唔會限死淨係讀韓國。咁我自己就比較想讀多啲唔同嘢，咁所以咧原本咧係比較心儀 City 嘅。結果冇諗到咧係 Con U 派咗 offer 俾我。港大 Korean Study 咧，除咗你必修嘅項目之外咧，仲有分2個部分嘅。一邊咧就係 Language Electives， 一邊就係 Content Electives。咁 Language Electives 咧，顧名思義就係讀韓文啦，裡面咧都有啲比較實用嘅韓文堂嘅，包括係 Business Korean 啦，一啲韓中翻譯、韓英翻譯嘅 course 都有得讀嘅。然後 Content Electives 就係用英文讀嘅，咁主要就係
係讀一啲韓國嘅歷史、韓國嘅文化嘅嘢。除咗 Korean Study Major 嘅 course 要讀之外咧，咁當然啦，唔同大學都有佢哋嘅 Common Core 要讀啦。咁有啲人咧就會揀一啲最靚 grade 嘅 course 嚟讀啦。我自己咧就比較想讀啲有興趣嘅科，咁所以咧嗰陣時亦都揀咗一啲電影啊、音樂嘅 course 嚟讀咧，我自己都覺得幾好玩嘅。而且我覺得呢一切都係命運嘅安排啦。喺讀 ConU 最尾嗰一年，仲好彩咁，嗰陣時 B2B 嘅李昌燮就嚟香港拍轉科者，咁亦都好彩地教授揀咗我啦。可能見我比較多嘢講，又比較活潑啦，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大學好難忘嘅經歷。嗰陣時我係住呢一個賽馬會第三宿塘村，簡稱龍華。咁因為咧我本身都聽過好多關於仙仔嘅傳說啦，咁我自己除咗讀書之後，我仲要翻工啦，我真係兼顧唔到咁多所謂嘅課外活動咧，咁所以嗰陣時都想揀間比較接嘅科。而嗰陣時咧 research 咗一排啦，亦都打聽完唔同人講嘢之後咧，就揀咗三村，咁就比較靜啦，同埋多外國人嘅。三村裏面咧，我係住 New College 啦，我覺得都幾舒服嘅，尤其是環境都比較清幽啦。要玩 hall 嘅活動咧，或者上妝咧，其實都有嘅。嗰陣時我都叫做 so call 上咗妝啦，就做咗我哋 hall 嘅 dance committee 啦。咁我哋都有 high table dinner，咁所以咧所謂嘅 hall life咧，你係可以享受到嘅。Korean Study 仲有樣嘢好嘅咧，就係可以做 intern，甚至係可以作為你其中一個選修科。咁你就可以讀少一科之餘咧，可以翻下工體驗下。嗰陣時我就去咗亞洲電影大獎學院度做咗大概4-5個月左右嘅 intern，咁就去體驗下一個電影嘅頒獎典禮係點樣運作啦，甚至好彩地可以見到韓星啦，可以同韓星一齊做嘢啦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難忘嘅回憶嚟嘅。而翻呢一份 intern 咧，其實亦都令到我開始入行做韓文翻譯嘅。咁呢一集就唔講咁多啦。如果有啲咩關於升學啊、阿蘇啊、ConU 嘅問題咧，都喺下面留言同我講，我會盡快解答大家嘅。下次咧就可能講下自己做韓文翻譯嘅嘢啦。我哋下次再講啦，拜拜。